大家好，欢迎收看阿勇台语，我是阿勇。咱旧年捌去台南美术馆拜访潘范先生，伊甲咱介绍足精彩的台湾艺术。伊今年接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馆长，所以咱今仔日来台中舞坊，馆长要带咱来去美术馆踅踅咧，来 ，Hello。欢迎回来潘馆长啦，第二摆第二摆上阿勇台语啦。是即个看到你，我会感觉足亲切的。对啦对啦，那阵含老朋友见面安尼啦。所以就感谢来请阮来遮的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吼。等下要去看迄个展览感觉小可先介绍一下遮的美术馆，还是好。你第一摆来嘛吼？嘿，对，第一摆。其实进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在咱台湾是算较有名的美术馆。这间美术馆是日本的建筑师安藤忠雄。安藤忠雄。伊起的美术馆因为这个美术馆是伊在台湾第一座的美术馆。当时那是咱进台湾所有的大学其中唯一有美术馆的大学啦。是哦。因为这咱的创办人蔡中海博士，认为讲世界的有名的大学拢有美术馆，算美国。台湾敢若拢无。台湾这个风气较无啦，因为咱美术馆伫大学的这个责任，其实很足重要的，就是互咱的学生有一种美的教育、审美的教育。伫环境上有美术馆，伊的人格培养，有那是足重要的。所以咱带创办人在规划这间大学的时阵，认为讲。外国的一流的大学拢有美术馆，若咱亚洲大学要做一个未来一流的大学，一定要有一个美术馆来，互咱的学生的人格，伊的学习，这拢有一个介中足的帮助。这个美术馆有第八档。第八档所以嘛算是介新的啦是。其实这个建筑本嘛介水啦，为外口看都是看起来就，因为对面镜头后壁就是迄个亚洲大学的，迄是啥物？行政大楼。行政大楼遐个风格甲这栋的风格完全无共的啊。对，迄栋是做欧洲式的这栋是日本人起的。现代日本式的馆。现代日本式，咱咧讲是迄个禅Zen，迄个禅式的美术馆较线条较简单，对，互咱看的时阵介安静，安尼感觉。对，拢是四角还是三角，迄个简单。对，这可能世界上第一座三角形的美术馆。是啊。建筑物。好近期的展览是咧展啥？这个展览是咱应该是讲咱足重要的艺术家丁彦勇的作品啦这个人是1902年出生，伫广东。1921年到日本去留学。OK。其实伫咱台湾的前辈艺术家当中足侪拢是去日本留学的。所以这回展览那是讲透过伫大陆出生伫香港1949年伫香港伫活动的艺术家拢是伫日本留学。有的伫大陆伫香港活动，有的是咱的前辈艺术家拢是伫咱台湾所以咱透过这个前辈艺术家拢共款伫日本咧留学的这个情形，咱会当来比较因拢是安尼伫共一个所在留学但是阿嬷发展拢无共。所以这个是来摆伊的展览足侪人
看到的时，会感觉讲哦，看咱台湾艺术家的发展拢是无共款的。是吼，是吼，等来去看吼。好，要去看以前吼，咱其实对伊通拄仔一个拢有小可介绍嘛吼。初步咱会当知影伊讲伊安尼对迄个日本了到香港，因为1949年以后香港是较乱，所以较贫困吼，伫遐安怎活动，安怎变成介有名的艺术家，等下咱会当来看一下。好，安尼来。好，来。好，咱先看这张图吼，是60年代吼，伊的作品吼，咱看伊的色彩其实足丰富，用品吼足简单的啦吼，伊甲几种的花吼，下咧即个历史以前的即个花瓣的内底吼，则用伊上爱画的即种甲骨文哦。这甲骨文你看啥物字？甲骨文哦，这哦，看起来是一只动物。动物对，唔知啥物动物啦。嘿，迄动物的顶端吼，有介侪迄个花草，其实就是老虎啦。哦，这嘛是虎。这那是虎哦，因为伊是丁恩勇是虎年出生的，出生的，所以吼，伊对于这种虎吼。较有感情，有感情吼，所以拢会画一寡即个动物内底一定会画好啦。是即个花瓣的顶缘遮，插几蕊花，紫色的背景，含黄色个绿色的吼，配合起来，即个色彩吼，足神秘的感觉。嘿，就水的一帮啊。伊的用品吼。拢一笔画成的介侪啦，咱看这个拢差不多一笔吼，这种一笔的画成。你讲就是安尼一笔安尼尔，就是免遐侪啦安尼。对，咱一般的画西洋画吼，油画拢爱安尼一笔一笔伫拓吼，但是伊一笔个画了。爱即个一笔内底有迄个时间性，爱有速度。其实伊这吼，就是讲甲咱的水墨画的线条、刊墨的变化吼，运用到即个油画内底。也是讲，咱会当讲，伊是用咱水墨的画法来画即个西洋的油画。所以甲咱。东方的美学的精神，含西洋的美学的精神做伙夹做伙。所以咱看起来是，对咱东方的人来看，介亲切。所以我会记得，因为顶摆伫台南美术馆讲是新甲旧的对话，所以这是。东甲西的对话，刚才来讲。对，东方含西方的这种对话吼，咱这个美术馆的特别就是种拢爱行路啊。有楼梯吼。你伫遐来看一个顶悬一个天窗吼，这个天窗呢拢是三角形，你若对一个角度来看，拢是三角形的。而且是正三角形。这边是介特别的，这幅图吼。是1971年吼，丁英勇先生所画女性咱看伊的穿插吼，伊用一般油画上无得用的白色其实白色足歹处理的吼。伫国画内底水墨画内底白色其实是老白。咱莫甲色安怎掺落去，就是规个拢白色。其实白色内底毋是无物件，是爱有物件。爱有质感。所以咱咧看的时，虽然伊是留即个白色吼，但是伊用白色的油画一点一点拓，光线拍落来时，咱会感觉伊的变化足多。是啦，对。足变化足多。其实迄个白色内底有足侪色啊。
色彩介侪吼，啊反射足丰富。啊，这丰富内底伊个用较无遐深的紫色的做伊的边线。啊，所以这个边线落来时阵，因为伊加了遮个油吼，所以这个油啊小可会摊开啦。啊，摊开的时阵，规个感觉吼，拢会足自然。啊，但是佫无介定的色彩。咱若讲迄个油啦，规个吼无下遐侪，咱规个色彩足定的。啊，伊袂迄个色彩遐定，是安尼介自然，软的感觉吼。啊，所以即个感觉呢，含伊的白色做伙袂，互咱感觉讲，甲伊的白色食掉，吼。啊，伊个人的人物的目睭，咱看伊拄仔画几条线条，啊点一个乌人安尼尔。啊，所以规个人呢是用上少的色彩、上少的线条来表现着咱的即个女性的一种精神。啊，你看伊的手嘛是拢足简单。我毋知阿勇有咧看编剧无？编剧啊，无呢。因为咱咧讲编剧是北平嘛，吼。啊，所以咱会甲省略较简单的讲是编剧吼。啊，其实是北京戏啦。北京戏。啊，其实即个题材吼，不只伫咱伫个北京戏，啊，伫足侪诶出头内底，介侪戏剧内底拢会去演即个戏。啊，其实这是悲剧的戏啦。拢是悲剧哦。其实咱台湾人足无爱悲剧的，咱嘛拢爱大团圆吼。大团圆啊，大家做伙足欢喜的结局。啊，但是即个是悲剧。那像西方安尼即悲剧，啊，这是西楚霸王。即两款敢是甲西洋共款，就是悲剧拢是大家拢死了了。死了足凄惨的。这西楚霸王嘛是死，到尾也是死嘛吼。虞姬这是伊的足爱的美人。剧情是咱咧看编剧内底一个足悲剧的一个戏啦。丁英勇这个人吼，伊掠着这个精神，所以咱咧看编剧的时阵吼，西楚霸王是一个脾气介歹。黑白分明，安尼人的时阵吼，一般拢用黑色含白色的。所以伊才小可面甲用黑色搞一下。但是袂当伫画甲乌麻麻。所以做重点目搞起来尔。即个目睭点一下，所以个介有精神吼。这是虞姬，一看迄阵人变成介细，大汉的含细汉的做伙。像足强烈的对比啦，吼，的关系。伊穿一领即个披风，吼，即马甲即个虞姬吼揽咧，即种足无奈即种表情，即个状况呢，其实就是咱咧看戏的时阵，西楚霸王含虞姬要迄个道别以前的画面啦。即个作者甲用上少的色彩来表现足悲剧的内容。足感谢潘馆长带阮来去踅踅咧。咱是到咱是到10月初3。10月初3。阮拄则看到300度，还有几百。其实咱即个作品有150几件。150几个。其实是袂少的。阮拄则嘛有去踅踅一日，感觉足水的，有足侪无共的风格啦，有诶像迄个较亚洲式的，有诶较西洋式的，有诶较简单的，较像人吼。就是不共款的风格啦。其实咱即个丁英勇的作品啊，咱会当看到吼，伫日本留学。咱台湾前辈艺术家足侪拢是留学日本的，即摆伊对中国大陆了，1949年到香港，伊的变化足侪。变化再侪，伊其实是咧追求的就是咱东方的精神，要安怎运用西方的素材来表现着新的美感。
也是讲咱新的物件一定爱有家己的民族性以外，咱嘛得爱有新的表现方式。所以伊一生在追求的，拢是甲古早的物件伫现代表现出来，甲东方的物件含西方的物件伫现代做新的表现。应该讲伊是在这方面内底足成功的一个画家。就是要有家己的风格啦，要有创作啦。对，爱有家己的物件吼，家己的风格啊。好，非常感谢潘馆长吼。好，多谢。好，感谢大家观众朋友来收看爱记得伫下骹迄边吼，爱市站订阅吼，搁爱吃迄个粮啊哦。再会，多力。再会。